据报道，中国相关部门决定取消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员及外籍留学生的签证和居留许可证，并将驱逐出境。据路透社报道，在西班牙巴斯特地区，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6月10日组成了一条长达202千米的人链，以此要求政府允许民众就巴斯特地区独立进行公投。巴斯特地区相对西班牙其他16个地区享有更高的自主权，该地区拥有自己的语言、检察机关和教育系统，与马德里在财政方面也有特殊的联系。伊朗消息报6月9日发表文章称，当以色列戈兰高地遭遇火箭弹和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威胁要进行大规模报复。可是，伊朗宣布要对以色列各大城市进行导弹攻击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以色列主动取消了大规模报复计划。以色列消息报称，伊朗境外枚导弹对于以色列各大城市具有极大威胁，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根本无法拦截。利比亚海军港口和海岸警卫队在迪利波里以东60公里的卡拉波里市海域营救了充气船上的152名非洲移民，都将送往非法移民中心。哈萨克斯坦南部省份齐姆肯特市拥有300万人口，作为古老城市，现将更名为土耳其斯坦，设为首府，并计划重新规划齐姆肯特肯套土耳其斯坦地理位置及地图。位于伊拉克巴格达最大储存东部地区选票的仓库10日发生火灾，烧毁了所有的选票。针对此突发事件，伊拉克议会主席要求重新举行选举。